继续来看，昨是国庆，咱咧庆祝着国家生日快乐。结果中国伫昨深夜发射火箭，这个火箭飞经过台湾的中部，因为这个关渡伫大气层的外路，所以对台湾无危害。那罗总统的国庆的演讲，讲中国无权代表台湾，是互中国噗噗跳，痛骂讲台湾无存在主权。 让咱台湾咧庆祝双十的国庆，不过中国伫早暗为四川西昌基地发射运载火箭，时间点引起着关注。毕竟中国的外交部对总统赖清德的国庆演说反应真激动。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，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。开宗明义否定咱台湾的主权，各台办也发出着声明稿。 定调赖清德的演说是推广新两国论，甲中国跳婚，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引端。那美国国务院是回应北美媒体，表示中国无理由将例行的年度庆祝活动作为军事演习的借口，要北京保持冷静。前 AIT 理事主席鲍瑞铁形容赖清德的双城演说内容真温和，无啥强调中国的威胁。 前北京官员杜如祥是认为讲，国庆文稿内容比就职的演说更较有准则。113年前，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，推翻帝制。赖总统伫国庆演说顶讲到113年前的武昌起义，甲就职谈话时，敢若讲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小可无同，对两岸论述嘛有差别。 就职的时阵，直接点名中国停止文攻武吓；到国庆的时，是爱中国对等尊严、健康谈话。赖清德前后2摆国家级的地事内容调整，寻求两岸拢会当接受的国家认同。也毋过作为元首，守护国家立场，拢无变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